台记台要推出新的外景综艺节目《乌白威廉 Fighting》，今仔日办这开播记者会，这个新节目呢，会使一台摄影车招艺人四界拍拍走。每一节目会邀请甲当地有地缘关系的艺人来分享家己伫咧故乡成长的回忆甲心色带。艺人辛玉林是节目的主持人，针对外界关心伊的病情，伊也讲，医生讲等这病情较稳定一寡，就会当出院了。 男生女生若要约会，你应该会捌听爸爸妈妈讲过，我去就约会两个人，感情远啦。辛玉林和新世代艺人去到台湾各地哪行哪佚佗，这是公司台记台新的综艺节目《乌白威廉 Fighting》。辛玉林是节目主持人，伊在去年传出讲得着肺癌，但是等待积极治疗，随时嘛亲身来到节目的开播记者会。有时候会出院哦，不知在此时，不知在何时啊，应该大约在冬季。没有啦，昨天跟主治医师聊过，他说就这几天呢，在等我那个血小板哦，那个数字哦再达标一点点，他就随时可以出院了。 这个新节目上特别的视觉影片，都是一台车，有大片的车窗，沿路通看到无同风景。每一集拢会邀请甲当地有地缘关系的艺人来分享家己伫故乡的成长回忆，对巷仔口的点心搭，讲到独家景点和地方传说等等，通听到真侪心色带。咱即摆来到遥远的故乡。 你讲无你食饭呢？我有啦，我会食饭啦。你48年啊，这拢变化足无大。同款啦。阮阿公阿嬷古早大只，我变安尼啊。节目嘛结合地方特色甲民俗文化，进行各种趣味的比赛，互艺人通甲在地乡亲组队挑战。乌白威廉 Fighting 拍算自3月初7开始，但礼拜六暗时8点在公司台记台首播，希望透过镜头带观众世界冒险。记者卢尚如、郑俊尧台北报道。